市长的部分，国民党台北市的前议员罗志强，昨暝突然间来宣布退选桃园市长。早起一透早，伊到桃园平镇继续伊的行卡记录。罗志强讲，一个人的生存好过一群人的心肝结规球。国民党一个立委李玉玲嘛陪同现身，敢问讲是毋是嘛宣布退选桃园市长？李玉玲并无甲话讲甲真棒。若国民党的提名的张善政伊讲，党内的同志不满提名的过程，这个党中央应该爱去化解。落雨天，前台北市议员罗志强伫立委李玉玲甲其他议员陪同下，继续伫桃园平镇走基站。昨暝伊伫面册发表文章，引用刘若英成全的歌词，成全了你的潇洒甲冒险，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，宣布退出桃园市长的选举。一个人的成全好过一群人的纠结所以因此，其实我觉得就是往前走。这个代志要为国民党中央雄雄定调张善政参选桃园市长讲起。罗志强伫面册写文章，强烈批评党主席朱立伦，讲伊已经是一个失家失信，嘛是失能领导者。更讲张善政拒绝改变民调。无几天尔，罗志强就雄雄宣布退选，改变之大，外界拢真意外。现任立委李玉玲被问到讲敢卖退选，伊的态度较保留。那跟自强一样，为了桃园，我们都会一直往前走。继续拜访桃园基站的张善政，针对部分共党的基站民代不满，伊讲每一位政治人物拢有支持甲无支持的人，伊对罗志强有100%的善意。这我觉得不叫情绪勒索，就是过去有些不满，那个党中央应该就是花时间慢慢去化解。罗志强的退选，党主席朱立伦讲公告伊拢会承受，希望讲国民党会较好。若张善政免怎经营地方，国民党桃园的选情会安怎发展？这互桃园的选民真关心。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